啊，所以有徛机关，徛机关迄所主要是机关，哦，咱就写标咧，所徛落去，哦，机关，哦，迄古早是迄个皇帝输落来，哦，伊会当徛机关，伊咧做官。再来是迄个啊，伊讲啊，头先讲一报、二报、三报、四报哦，这是日本时代的迄个啊，行政区域啊，行政区啊，迄内底吼有一个村长啦，啊个啥物一个村头内底吼，咱分做一报、二报、三报，较早是报价，报价就是迄个日本时代吼，迄个，咱就讲伊迄个政见的传达啊，伊个啥物，迄个吼，议会啊，都内底拢有报大书，叫报大书记。报大书记就是讲去做迄个，咱像迄个这个布政助手，啊，都有去做迄个，迄个这个传即摆传长啊，就是报大是报长，不是来是报长。啊，迄个你内底报大内底吼，都有去管这个这个地方的代志，对啦。所以伊有迄一报、二报、三报、四报，哦，迄在较大的村头拢会分报。哦，分报，啊，咱你若一报就是迄个啊可能书记就去其他一报啦，啊，二报哦，二报就是这个话题啊，哦，这个三报，做出来这二报、三报，啊，四报，哦，分做四报，所以古早人，那恁的人讲，你水果人。所以报人意思就是你对一串的，啊，另外是我讲伊是要爱要知影啥物代志。我恁要知影啥物，你家己问。我恁有咧问啥物代志，我你答。